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20日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5:0010点，总统蔡英文会伫台北宾馆发表就职演说，伊会讲到4大面向，包括即产业的发展、社会安定、国家安全，也有民主深化，而且嘛讲到立法院要成立修改宪法的委员会，要继续推动司法改革。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伊嘛头一摆发出声明，恭喜蔡总统就职。总统蔡英文连任今仔日要宣誓就职，发表演讲。总统府昨讲，演讲内容有4大面向，包括产业发展、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加民主深化。也会讲到立法院会成立修宪委员会，和各种宪政改革议题伫咧这个平台会当充分对话，也会继续推动司法改革，会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将做监察院转型的起点。总统伫演讲中也再次感谢所有参加防疫的政府团队、产业加全体国民。伫5日防进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声明，恭喜蔡总统就职，开始第2任总统任期，恭喜传领台湾的民主的勇气甲愿景，带动区域甲世界。美国一直认为台湾是世界一股良性的力量，是当倚靠信任的合作对象。这对最近生效的台北法就能看出来。蓬佩奥讲，新冠病毒疫情的流行，让国际有机会看到甲学台湾的防疫模式。相信伫蔡总统领导下，甲台湾的合作关系会继续发展。这也是美国国务卿第一遍发声明恭贺两国总统就职。对此，总统府讲，这展现美国对台湾民主的坚定支持，也显示台美双边的和谐友好。总统府正感谢台湾也会甲美国继续合作，深化台美全球合作关系。记者综合报道。虽然镜头赶紧来去总统府，总统蔡英文就职典礼9点开始，目前即马当地进行宣誓，咱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向国旗暨国父遗像行3鞠躬礼，鞠躬，再鞠躬，3鞠躬。各位贵宾，请坐下。第15任总统宣誓，监事人就位，请大法官会议主席徐宗立先生就位。第15任总统就位，奏就职曰：第15任总统宣誓，请总统举右手宣读誓词。总统誓词，于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于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誓，宣誓人蔡英文，中华民国109年5月20日。总统手请放下。
请总统将誓词交予监事人。总统请就观礼位。第15任副总统就位。第15任副总统宣誓，请副总统举右手宣读誓词。副总统誓词于谨礼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于必遵守宪法，效忠国家。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誓宣誓人赖清德，中华民国109年5月20日。副总统手请放下，请副总统将誓词交予监事人。副总统请回座。咱头看到的是伫总统府内底，今仔日5日控总统、副总统就职的宣誓。伫今仔日典礼过去了后，总统蔡英文第2任就要正式开始。啊，搁伫过去4天，两岸关系无进展。今年搁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咱台湾表现甲真好，受国际侮辱。啊，搁中国宣讲咱台湾想要借疫情来独立。有学者就认为，总统蔡英文连任了后，连任伊胜选的时，捌讲过和平、对等、民主甲对话。今仔日5日控的就职演说，可能嘛会搁讲到。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与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这是历史事实。2016年总统蔡英文的5日控就职演说，拢无讲到9日共识，也被中国国台办评为一份无完成的考试单。4年过去啊，两岸无对话只有僵局。2020年初，蔡英文高以史上上关票817万连任，再度向中国化为和平、对等、民主、对话这8个字，是两岸重启良性互动、长久稳定发展的一个关键。蔡英文8日接见基台两岸重启良性互动，不过中国对台湾主权却是步步进逼。今年3月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为敢要叫武汉肺炎就引起双方的互讲，武汉包机协商过程也互相竞争。中国更加直接禁止中国学生来台，也搁强调台湾是以疫无毒。不过疫情是会过去的，那两岸咧。学者普遍无乐观，认为未来4年可能无多改善，电动爱避免出现小拍会的可能。前一阵子华航尝试去改名也好，或者是说最近绿营的立委说要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国家统一前这些的字眼啊，这些的句子等等啊，他们都觉得说是一种实际上的挑衅的一个动作。为了凸显台湾意识，民进党立委提修法，拍算去掉国家统一的字，再加上疫情引起中美对抗升温，台美关系强化。刘建民认为，和中国开始怀疑，一中范围敢是开始松啊。蔡英文第2任的就职演说，更有学者讲，是影响 ECFA 会当延续的关键。一旦 ECFA 终止，政治的冲击将大过经济。因为你要加不进去的话，台湾经济一定越来越边缘化。人家韩国啊、东协国家都是免税。我们的货物要增加税去卖，怎么卖得出去？所以有经济上很大可能的潜在的伤害，当然有政治的效益，就说你国际地位越来越孤立嘛。ECFA 自从要伫2020年9月改完10年，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也捌讲，无希望中国终止 ECFA。为经济、政治甲国际，台湾进入后蔡英文时期，刷落来4年的两法关系，敢袂当像胜选时所讲的，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稳定发展，恐惊充满了挑战。记者综合报道。
在咧关心世界卫生大会即马当地举行，咱台湾已经第4档无接受到邀请，也过全世界有22个国家，包含美国、日本，也有12个咱的友邦，拢伫头一天的会议顶悬表示支持咱台湾去参加 WHO。而且美国总统川普嘛已經放調講，若準未來1個月 WHO 攏無做出改革，安尼美國就要永遠切斷捐款，嘛無排除要退出 WHO。The United States pays them $450 million a year. China pays them $38 million a year. And they're a puppet of China. 头起先是批评世界卫生组织是中国的咖喱翁仔，美国总统川普搁伫咧推特破文，打出4夜，互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最后警告的批，讲到世界卫生组织伫咧疫情初期无向全世界分享重大资讯，有可能是因为政治因素。佮讲世界卫生组织学到中国公开透明，毋过中国到今也是佮无分享病毒的样本甲病毒的起源等等的资讯，而且嘛呛声讲，卡苏讲未来30天无愿意答应进行重大改革。美国原本暂时冻起来资金。会变做永远冻起来，而且会考虑美国敢是搁要继续做会员。But I think they've done a very sad job in the last period of time. 若是伫咧18开始的世界卫生大会，台湾无去互邀请出席，但是包括美国、日本在内，还有台湾的12个友邦，总共有22个国家伫咧会议上发言，支持台湾参加。The succes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n dealing with this crisis cannot be ignored. Guatemala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for the cooperation it has received with this humanitarian crisis brought about by COVID-19. We consider that Taiwan is a strategic ally in the area of health, and we stand by them. 若是根据日本上新版的外交拿配组的内容，日本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组织的年度大会，这嘛是2017年台湾无法度参加世卫大会以来，日本头一摆表明支持。台湾のオブザーバー参加を一貫して支持してきたと日本の立場を強調しました。若是伫咧世卫大会面顶，中国代表也是强调讲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是政治操作。若是台湾外交部是甲抗议批送到世卫组织，呼吁公布应该互高级的国家控制。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共款无新增加确定病例。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伊是表示讲，咱台湾已经度过社区安全期的期中考，不过呢，嘛是袂使放零。有总统蔡英文昨昏嘛是专工去疫情指挥中心感谢防疫人员，嘛亲身邀请陈时中甲防疫国家队今仔日去参加520的总统就职典礼。国内连续12天无人确诊，而且已经是第37天无武汉肺炎本土个案出现，继续来破纪录。全台湾确诊人数维持伫咧440例，有7个人死亡，累计解除隔离的人数嘛已经401人。防疫我们大概在期中考到现在连续这样的一个确诊的一个零的一个情况，那也确实我们的社区也是慢慢的平稳。那但是我们仍然不可以大意。指挥中心表示，目前32个留院治疗的个案拢是还未3采阴性，其中使用呼吸器的敢若一个70多岁患者，真正已经解除隔离，准备要出院。想要到后来因为并发中风，搁一届来使用呼吸器。国内上无有2件个案是伫咧感染了后出现肺角等等的中风症状。至少2个个案不过国外的报告当然确实发生新冠病毒感染以后，有一些个案会发生凝血机制会有受到一些影响。另外，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 18暗时视讯会议开幕，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致辞。对这个代志，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佮习近平因为疫情伫咧世界上去大家检视，2个人绝对会继续讨温暖。掌声来感谢总统再次来到指挥中心。若是台湾的防疫表现真好，总统蔡英文19早起特别去指挥中心视察，而且慰问防疫人员。来感谢我们在这一次的防疫过程中投入的我们的好伙伴那各位在人民的心中都是英雄。蔡英文唔拿早台南市长吴伟提准备的台南关庙面，佮亲身邀请包括陈时中在内的防疫国家团队来参加520的就职大典。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即马已经超过487万例，死亡人数超过32万。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万2千多例，咱台湾昨昏同款无新增加病例，同款是依次第440例。香港有1059例，日本有1万6千多例，南韩超过1万1000例，俄罗斯是超过29万例，美国已经有157万例，欧洲的西班牙超过27万8千例，意大利是超过22万6千例，英国超过25万例，德国超过17万7千例。南韩的梨泰院夜店爆发武汉肺炎的群聚感染了后，其中有一个补习班的老师嘛去防卫着，啊，不过伊并无老实讲，伊咧补习班教册，结果佮为何21个人。补习班内底有妈妈，南韩梨泰院夜店正发生疫情，一个捌去过夜店刷温麻职业的补习班老师确诊了后，和21名同事学生甲家长，甲捌载过老师的客停车司机，到了后坐着同一台客停车的中国籍翁仔某乘客，拢互挖着。这个老师为车里去夜店到找到确诊期间，坐过真侪摆的客停车，佮到卡拉 OK 唱歌。南韩政府除了对查坐车用信用卡纳入的乘客，嘛调查捌用过同一个房间唱歌的人客进行检疫。目前已经知影，伫夜店挖着病毒的患者，甲相关的感染者已经超过180个人。另外，南韩艺人红大少年团成员田卓国伫疫情期间，嘛甲其他3个团体成员当做4个人去过梨泰院的餐厅食饭。虽然4个人的检验结果拢是阴性，伊的经纪公司则被嘛发出道歉的声明，表示艺人的行为无谨慎，会好好反省。镜头射去日本，这个月2日，日本会阁对东京、新内川、大阪8地区各一摆评估，是毋是会当解除经济状态？这阵时，东京、新内川、甲北海道3个地区已完超过感染比例的标准，解禁的可能是无啥乐观。非常に新規感染者の数は減ってきておりますが、この傾向は続くのかどうかしっかりと見極めていきたい。日本媒体 NHK 调查，有超过8成的民众因为疫情真烦恼生活状况，各5成以上的民众不满政府的应对，甚至有将近5成的民众认为伤早解除经济状态。即嘛，互民众对安倍政权的不满达到45%。而每一档夏季拢会开放，互民众爬山的富士山，今年嘛因为疫情，决定为7月初十到9月初十继续封山。记者陈世彤整理报道。甲镜头过来总统府的员工当地送前副总统陈建仁离开，咱来看现场的画面。对，就是今年说，对。副总统陈建仁伫咧17年前的 SARS， 也是即摆的武汉肺炎，拢对咱台湾有真大的贡献。总统蔡英文嘛讲哦，陈建仁可能是有史以来上届无用的副总统。啊，若这4年前副总统陈建仁伫年金改革，也佫有婚姻平权、人权保障，啊，佫有即摆的武汉肺炎的防疫顶悬，拢真有功劳。咱看到即摆伊是伫向这总统府内底握手，啊嘛向总统府啊个总统行礼。即摆伊的车要离开总统府，伊要下即嘛？伊讲伊要转去中研院做伊上介意的公共卫生甲流行病学的研究。啊，那陈建仁嘛讲，台湾即届防疫遮尔成功，就是台湾人送互伊上介好的礼物。温和诚恳又亲民的陈前副总统，这4年来他的脸上始终。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黄酸雨方面的影响，各地拢会落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来看上新的分图。今日方面落南，伫北部、东部雨会较少，啊，毋过伫中南部水气是较高，有较大阵的雨水，温度嘛下降，高温只有27度到29度。明仔载西南风增强，各地天气是无啥稳定，雨嘛较粗，爱细致向上大雨淹水。大家嘛爱斟酌看气象局上新的资料。啊，那明仔载温度会搁下降，所以乡亲若出门一定爱套衫。咱来关心今年第一抓的梅雨方面已经到位，西半部、东北部昨昏拢有落大雨，啊，若分林的雨上大阵，外海地势较低所在是落甲淹水，啊有另外伫台南七股、安平嘛拢有淹水。家长看囡仔种慢慢仔行，无细里厝就受伤。
婚姻馆19号大水后，伫大西乡伦通国小淹水超过15公分，校方安怎抽水都无效，真无简单抽出去的水，搁倒灌倒去校园内底。其实学校昨天已经都有清过水沟了，那2个抽水机也都有检查过，都运作没有问题。那今天早上一直运作，可是水抽出去，因为外面的水位太高，它又从水沟再灌进来校园里面。台南的七股甲安平，雨势嘛是又搁大又搁急，造成部分的店家淹水无法度营业。这雨下的很突然，这个下了大概15分钟，大概淹水淹了快15公分。今天也因为突然的下雨，也没办法做生意。这波方面，搁继续留伫台湾的附近，各地天气拢无稳定，气象局预估会一直落到后礼拜2。明天随着锋面稍微向南移动，中南部地区下雨的时间长。那么星期4开始，除了滞留锋面影响以外，西南风也逐渐增强，更输送更暖湿的空气到达台湾上空。因此，星期4到星期5这段时间，各地天气不稳定的情况更为明显。气象局表示，拜四开始各地落的雨会更较大，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雨势有机会超过大水河等级。气象局提醒，对流的方面，伊的对流分系发展真紧，一定要严防短时间的强降雨，搁有雷公死难，可能会带来灾害。民众要留意气象局随时更新的预报资讯。记者综合报道。那印度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滚价，即马阁爱面对天灾，因为有一个超级热带气旋，名号做安芬，登伫我近。按算伫今仔日的定律，对印度甲孟加拉拢有威胁，所以这2个国家嘛已经量早撤离200万人。印度东部的奥里萨省沿海地区，伫安芬热带气旋登陆进程已经开始更大景。印度洋今年第1个热带气旋安芬位列北到飓风上悬等级的5级，是孟加拉湾20多年来上强的风暴。目前风力有小可较减弱，不过伫明仔暗登陆印度东北部到孟加拉西部沿海时阵，每点钟的风速悠远会到200公里，会互一寡所在带来大风大雨。为了要避免2003年热带气旋造成3000人死亡的悲剧无发生，孟加拉赶紧撤离200万住伫咧地势较低地区的民众。印度的西孟加拉省也疏散20万的居民。奥里萨省是安排会当用来上100人的收容所，互民众踮咧遮避风雨。In the township area, we have taken action to clean up the drainage systems and activated the cyclone shelters for housing people in low-lying areas and in the slum population, they can come and stay there. 防疫期间，高拄到暴风雨，印度总理莫迪亲自主持防灾应变会议，叫内政部甲防灾单位提前部署，准备好水岸，也安排救援团队待命。伫中国河南的交通市客家关8日暗9点47分左右发生规模高、深度8公里的千层地震，将多中学生拢安全走出教室。不过，这场地震也造成真多厝倒去，至少有4个人死亡，23人受伤。有民众认为当地有真多豆腐铺的工程，灾害可能也会扩大。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澎湖日报》，总统蔡英文今仔日3岁就职，就任中华民国第15任总统。下暝10点就职演说，会讲到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安全、民主深化这4大面向。卖宣布讲，立法院要成立修改宪法的委员会。来看《自由时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伫蔡英文就职进前，昨昏先发表声明，讲也搁伫网络写文章恭喜咱台湾的总统蔡英文连任，嘛强调台美的关系会继续落去，而且会愈来愈好。这嘛是美国的国务卿头一摆发表声明，恭喜咱台湾的总统就职。来看《联合报》，美国总统 Trump 向世界卫生组织 WHO 放调讲，若准30天内1个月内拢无做改革，安尼就要永远切断捐款，而且要考虑退出 WHO。咱过来，武汉肺炎疫情已经连续12天拢无新增加病例，不过美国的疫情说是也搁在滚价，确诊人数超过150万。美国总统 Trump 昨伫记者会，伊嘛表示讲，伊有咧食奎宁要避免感染。不过专家是警告讲，若准长期食，恐惊有副作用。
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咧全世界继续伫咧传，其中美国确诊的人已经超过150万人，是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所在。美国总统川普伫咧5月18，伫咧白宫回答记者问题时阵，主动讲到，伊逐工拢有食奎宁类的这种药啊，来预防感染武汉肺炎，而且佮会甲这个锌做伙食。I happen to be taking it. Hydroxychloroquine? I'm taking it, hydroxychloroquine. Right now, yeah. A couple of weeks ago. 不过，国内专家就警告，资本用来治疗马拉利亚这种奎宁类的药啊，后来要用伫咧治疗武汉肺炎，有一寡患者食落了后效果袂歹。不过，食奎宁类的药啊，必须爱经过医生的评估，因为若是长时间食这种药啊，可能会增加心律不整等等的副作用，甚至造成休克等等的风险。啊，若食锌是会增加免疫功能，和治疗马拉利亚无关系。它有2个主要的副作用，一个是会伤害到这个心脏，造成心律不整；第二个呢，奎宁会伤害到眼睛，造成视力的伤害。啊，那国内疫情已经超过10天，拢零确诊，过外过时间无出现本土个案，疫情已经有较稳定。不过专家也是提醒，6月底肉粽节连假，民众在大众运输工具就北落南，也是爱挂嘴暗。未来边境开放后，商务人士来台湾，也建议爱降一个时阵做 PCR 核酸检测，也过验抗体。准讲2个拢是阴性，就会使唔免踮厝检疫14天这个限制。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水分平来关心这个疫情，在咱台湾的防疫受国际肯定，翠暗外交嘛伫国际拍出名声。不过中国唔拿继续打压台湾，佮阻碍咱台湾去参加 WHO， 而且佮一直咧污咱的邦交国。蔡政府第2针外交嘛是一大挑战。台湾 can help 是我们正在实践的目标。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互台湾伫国际互人看有着，台湾的模式正做成功的典范。翠暗关注各国，嘛互台湾会当斗相共引起话题。Say yes to Taiwan。虽然政府的翠暗外交有一寡效果，不过这前4年邦交国就失去7个，续来面对中共施压的力头一直咧增加，要安怎甲现有的15个邦交国保调的，是第2任期的挑战。因为如果要增加邦交国不太容易，保有我们在这个中南美洲的海地或是南美洲的这个巴拉圭，或是欧洲的教廷，可能是他未来4年这个最大的外交挑战。学者分析，中国伫咧疫情当中对外的宣传虽然互国际感觉反感，不过咱袂少的友邦确实有互因成。台湾要安怎突破外交的困境，考验也搁伫哩。若美国籍台北法案通过了后，台美的关系是达到高峰。行政部会甲国会是几啊届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参加 WHO， 认为台湾是真正的盟友。蔡政府续来用靠挖美国的路线继续落去。美国对台湾好是基于美国利益，不是因为爱我们。就是台美关系越好，会不会让台湾遭受更多的威胁和压力？甲美国的关系较好，学者提醒，这可能会加速两岸的关系恶化，这敢是真正对台湾国际参与有利，还阁爱评估。即嘛美中军事拼场嘛已经到台海的4颗雷啊！最近中国甲美国几啊届的巡航，除了互相竞争，嘛证实台湾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国防政策会延续第1任期，尤其国防自主提升是袂停落来。我觉得第2任蔡英文总统时代的国防政策，应该会延续第1任时期的既有的开创，那么把它发挥下去。因为潜舰要到2024年才有第1艘延津舰，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还需要很多人磨合期。学者嘛提醒，要安怎凸显台湾国际战略合作是重点。不过，针对国内的军改、国军少子化、募兵制甲兵员无够等等，会是更较歹处理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那对来行政院昨昏下晡是公布新的内阁人事，院长苏贞昌带头的团队是无啥改变，副院长陈其迈、秘书长李明安拢继续做，只有文化部、科技部、国发会、金管会、侨委会甲客委会有变动，而且新的内阁成员内底有2个是郑文灿的人，敢是咧替郑文灿铺路，这是引起外界讨论。5日防进前，行政院公布新内阁人事，由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安甲准发言人丁一鸣共同召开。由院长苏贞昌继续领军的苏内阁变动幅度无大，副院长陈其迈、秘书长李明安、副秘书长何佩珊拢留任。变动的省长包括国立乡转型管会秘书长、金管会主委由黄天木上任，文化部长由刘永德接任，客委会主委由杨忠定上任，科技部长顾正中转任，
侨委会委员长董正元接任。过去已经打下很良好的基础，继续来投入跟推展以外，那也希望两个主委新任的主委能够带来新的思维、新的突破的一个政策哈。李明言指出，这摆改组的特色是延续接地气会做代志的团队，也为多元管道招请人才。原来的政务委员林迈业、吴德成、张景松、陈定中、吴炳成甲邓凤拢留任。蒋明新兼任国发会主委，吴正中转战科技部就单美玲离开，由黄德达加入。另外，国发会副主委尤建华甲劳动部政务处长王安邦是来自桃园市长郑文灿的团队。那公务生涯的历练非常的丰富，那我想他如果能够这个就任新职，我相信对于有国家建设的推动，一定可以有贡献他的所长。那王安邦局长是年轻一代的代表。先来个比调，苏金超甲郑文灿的团队成员分别开会，也和郑文灿的后一波感谢结果引起联想。这摆来个成员女性比例少引起批评，对此李明言指出，有4位以及首长是女性，包括劳动部长柯明春、公平会主委黄美英提名促转会主委黄翠甲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主委黄静怡，强调行政院对两性平权的重视。那伫女性雇员任用中很重要是对法案的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香港政府昨下晡有召开记者会，宣布要搁延长限制自治的命令，要延长到6月初4。外界就是在质疑讲，6月初4安尼毋就是为着要打压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毋过香港政府驳回讲，毋是为着政治。想要看到香港的餐厅或者是酒吧闹热的状况，必须要搁等一个。直到香港政府宣布原本定伫礼拜4，特别要到期的限聚令会延长14天，一直到6月初4。但是这个时间敢是有针对六四纪念活动的政治意图，引起外界质疑。咁今次咧，其實嗰個日子咧一路係14天咁樣加上去。咁當然我哋而家嗰個整體嘅考慮咧，我剛才都講咗啦。但主要咧都係我哋嘅公共衛生嘅考慮，並冇咧係其他嘅考慮嘅。但調書回應過延長上濟8人的限聚令政策，敢若以公共衛生做考慮，宗教聚會是會當放令，不過個必須要遵守袂當食食，甲人數愛說緊繃的規定。但是5月27恢復上課的安排是袂改變。就召開咗另一次嘅專家顧問團嘅會議，大體佢哋都係認為咧維持現狀，不作進一步嘅放寬，但係亦都無需馬上又去收緊，例如係復課嘅安排係無需要。馬上又去改變一個已經作咗嘅5月27日復課嘅安排。目前香港累積嘅確診病例超過1000例，有學者認為講，頂禮拜出現嘅本土病例，到今還未找到源頭。目前香港境內並無做到每一天7500人嘅病毒體檢，建議要擴大病毒檢測。林鄭月娥是回應講已經定目標，希望每一天檢測嘅人數對4500嘅人增加到7000人。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美國政府是宣布講，愛美國允准半導體製造商才通交貨予中國的華為，這是引起華為的不滿，認為安尼做傷超過。另外，澳洲要求調查武漢肺炎病毒的源頭，這是引起中國的不滿，決定對昨開始對澳洲進口的麥仔，中國要扣80%的關稅。中國商務部宣布，對19開始對進口澳洲大麥扣73.6%環境銷稅，還有6.9%環保貼稅，兩項稅率加起來要到80.5%，定收期5天，和澳洲的農民是真緊張，而且澳洲政府嘛表達因真失望。It'll be a fair whack off our income this year, and you know we're really counting on government now to step up and really make some representations to China. 澳洲伫咧國際之間鼓勵獨立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早就已經互北京無歡喜。中國頂禮拜停止進口35%澳洲牛肉，這禮拜閣對大麥加扣重稅，這兩個攏是澳洲上重要的農產品，上大買的人嘛攏是中國。澳洲貿易部長保明韓國一直想要甲中國來討論，毋過中國攏拒絕商談。毋過因為安尼對中國來進行關稅報復，若是無法度達成共識，會考慮來找世貿組織 WTO 裁判，而且嘛會來找找新的市場，避免傷過頭挖靠中國這個市場。另外，美國嘛當地趕緊處理中國電信設備偷繳華為，15宣布新的規定，要求使用美國軟體甲技術的外國半導體製造商，必須要先得到美國官方的許可，才會當向華為來供貨。比進前實體清單面頂的25%，美國技術的標準更較全面，好慘就是斷華為的命脈。
日本经济新闻18报道，替华为旗下海事半导体代工的台积电已经停止接受华为新的订单，而且华为伫咧同一天是伫咧分析师大会面顶头一届做回应。我们的业务将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但这一年的磨练也让我们皮糙肉厚，我们有信心能够尽快找到解决方案。华为18声明嘛指出，美国政府无打算扩大，而且修改规定来对付华为，真害怕，而且佫有产业的破坏力。全球175个国家使用华为产品建设的加强的美金网络扩展，为何继续运作嘛受到冲击？嘛认为讲这个举动将规划颠倒头来伤害美国家己的利益。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转来，咱来关心黄生豪的方面教育，乡亲一定爱细致，因为各地有机会会发生短时间的上大雨，赛车骑奥多摆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昨晚8点多，台南市就发生路树倒去，第死一个骑奥多摆的人。车顶规拢猫落去，东风玻璃碎甲规涂骹。19晚8点半，台南市北区延平国中附近一丛大树啊，连滚规丛挽起来倒来，对着路边的一台轿车，也指讲着拄好经过汽机车，有一位男性驾驶头受伤无大碍，另外一位49岁骑奥多摆女骑士当场无喘开心跳。这位女骑士送医了，医院救袂大。台南市长吴伟摕赶到现场了解情形，伊讲台南伫19晚即个落大雨无透风，树仔是毋是因为落大雨土送去倒来也怪调查？不过树仔倒来造成民众死亡是大问题，会全面安检台南市所有的路树。这个不是台风季节都会发生这样子，那将来如果碰到大风大雨的话，那可能路树更具有危险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我们可能还需要再检视一下，台南市有好几万棵的路树，这个是不是会造成一些公共安全上的危险？吴伟提讲，无适合做行道树的树啊，拢会刷走，市民的安全放第一。伊也讲，未来市府会加气象局保持联络，若是有短时间的强降雨，会伫第一时间就提醒民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之前有几廿个无在家检疫方法的民众，甲当时拢无罚金。亲像伫花莲，讲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即马以上千万的白种已经互法院查封。啊，若伫桃园，是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伊无罚金，啊，毋过伊已经脱产。相片内穿黄色顶冠衫的姓李查甫人，违反地处检疫规定。4摆出去外口拍走，被卫生局当罚100万，超过期限拢无缴，汤富分署2摆电话通知姓李的查甫人，也毋过伊讲家己已经脱产，未出面。桃园分署已经通知他3次到我们分署来报告财产状况，那第3次是定在我们这个礼拜5下午2点。他如果再拒不报告的话，我们就会开始申请法院来拘提。姓李的查甫人2月29为下门转来，按照规定需要伫厝检疫10时间，扣伫3月初2、初3、初5、初10。4摆走出外口买物件，被稽查人员抓到，当罚100万。经过了解，伊伫法院也有刑案在身，目前伫工地拍工。若讲这礼拜5为止，佫无出面立罚款，将会躯体依法救办。另外，花莲也有一名姓陈查甫人违反伫厝检疫规定，罚款10万，罚款一直拢无纳，人也佫出境上海。为了防止伊脱产，执行署查封伊伫花莲水尾一栋价值1000万的别墅。调查的资料显示，他已经出境，他目前并没有在国内。如果说这位义务人他确实经济上有困难，生活真的陷入困顿。他是可以检具相关实证来跟本分署申请分期缴纳。被总一被查封，姓陈查甫人随透过朋友表达要申请分期缴纳款。执行署表示，查封不动产只是要督促违规者缴纳款的手段，只要将罚款纳清，就会撤回查封，被禁止拍卖停书。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咱台湾的花一年出口外销的价值大约有68亿，其中有1/3是销去日本。啊，毋过这阵啊受疫情影响，九成销去日本的文心兰价销是崩盘。花农是怨讲，即马花是开较长水，也毋过说全部爱了钱。农委会伫5月10日有用专机把即寡花送去外销，希望讲要用专机这款方式来化解咱台湾产业的危机。
有史以来第一次整个台湾花卉包仓空运到日本的这个记者会。展板顶悬文心蝴蝶结兰花包装甲正数丝，总共20栋，一件一件散入去培灵机的机舱内底。归拢总算等到，逐礼拜拢有固定的航班甲舱位。自5月12开始，头一班飞往日本，就是要抢日本疫情转好、紧急事态渐渐解禁的商机。咱嘛无法度去拍算讲后壁的成本有法度赚倒转来无，但是就是爱行，你无行就无机会。台湾花的外销一年产值有68亿，其中1/3是要靠日本的市场。疫情影响，各国的花需求拢降低，加上4月初日本宣布紧急事态，文心南出花也拍袂过跳水式的崩盘。来看看老板娘来买花哦！大量外销的花回流到台湾的市场，加上国内大型的展览、婚丧喜庆节活动嘛拢冻点，规条花的产业链拢甲扩大下落岸，目屎甘咧过日。敢若3成的时间吼，会当拍平，7成吼，拢爱吼倒落。台北花市的交易交易金额，大概从减少到3500万到大概是4000万之间，其实冲击上算是蛮大的了。来外销市场拢受到冲击，农委会协调华航，逐礼拜固定航班，佮补贴运费来奖励外销，真这是花农的希望。即摆我嘛是后日这礼拜嘛想要销啊，啊无你国内价格即摆像你啊看啦，150-60块啦，所以摕到手的一箱剩无100块啦。有花通出，无代表讲有钱通赚，就要等到伫日本的拍卖市场来定生死。现阶段政府除了并有算带头来买花，鼓励民众来消费以外，农委会嘛增加贷款的份额，希望亨利的花蕊会当度过这边的冬天，继续伫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开台湾上水的花。记者尤以真张玉水台北台中报道。第这波疫情当中，台铁是对3月份开始就禁止民众伫台北火车头的大厅坐伫涂骹开讲。台铁资本讲未来是按算讲就无要开放啊。不过交通部长林佳龙是拜一个时指示台铁讲，若是会当做好管理，等疫情结束了后，应该嘛是爱开放大厅。昨下晡林佳龙是解释讲，应该爱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台北车头大厅继续采禁止民众群聚的广告。伫咧防疫期间，禁止坐伫涂骹群聚的禁令实施2个月以来，台铁认为讲，同时经济都拢提升，原本按算疫情了后要继续，所以接到交通部长林佳龙指示，疫情结束了应该开放，互一切恢复正常。消息公布了，赞成恢复开放大厅，甲反对的人伫网络你一句我一句。林佳龙下晡说解讲，两种意见拢爱顾。来努力找到两全其美的方式，既维持这个空间的就是清爽干净那不妨碍别人的进出的动线，也确保疏散的时候的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可以给需要的人他有呢可以立足之地。交通部下指令，爱代替研究出相变好的办法。不过5月份的开斋节就特别高啊，因为抑搁伫咧防疫期间，确定会维持禁令。义工团体是认为讲，代替经历这个时阵，评估未来无要搁开放大厅，较会互人想讲，敢是伫针对义工。他会说不针对义工，我们当然会存疑啦，因为其实这礼拜6就是开斋节嘛，那从2月底开始，他因为防疫，他就不让大家在那边聚会。我觉得防疫，大家为了配合防疫是愿意的，可是我觉得要注意到，在台湾有72万的外籍劳工，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私领域的空间可以聚会。而且有网友搁伫咧社群媒体发起来台北车头坐的活动，呼吁大家去台北车头的大厅静坐、野餐或者是做其他的活动。目前已经超有500人表示会参加。代替讲到时阵，因为抑搁伫咧防疫期间，大厅袂当群聚。那我提醒大家呢，现在还是防疫期间，现在台北车站的大厅还是要净空，还是不能够群聚。代替呼吁民众为着防疫，一定要遵守规定，会先以加派人来劝导为主，希望讲莫行到处罚的这步。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咱国内疫情稳定，台南市走大升，互酒店甲舞厅已经恢复营业。高雄市长韩国瑜是表示讲，对今日开始，高雄的5场所会解禁。那台北市上紧是明仔载拜四，不过伫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强调讲，一切拢要等疫情稳定了后，新北市才会开放。
酒店舞厅顶8大行业当时会当营业，业者一直咧仰望。台南市是6都重新开放了后，台北市10月开始公告受理酒店舞厅顶业者活跃申请，列出4个要件，包括有单一出入口，民众入境前爱挂喙暗量体温，也搁有手爱消毒。防疫实名制证件爱传去台北市会分端，离场了后包厢爱消毒，也搁有必须要通过消防甲公安检查。一个早起，有超过10间业者来申请，市长关门提强调务实面对。政治上有时候我们还是不要做道德歧视的哈。KTV 可以经营，但有什么理由酒店不能经营？所以我倒觉得这样。务实的去处理每个问题当然防疫我们还是会注意，所以我们还是会给这些酒店舞厅的业者，你知道吗？要确实做到那个实名制的登录。我们明天开始正式高雄市的8大行业，我们就开始开放。我们采取了2个思考：第一，经济的发展；第二，防疫的重要，包括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以及这个实名制登记等等。高雄市长韩国瑜嘛宣布，5月20日早起8点开始，8大行业会当开始营业，但是防疫准备袂当放轻松，袂当配合的业者，高雄市府会开罚单。台北市是按算上紧21摆是会互相关的业者复业，警察局嘛会不定时抽查敢有落实实名制，违规3届会要求停业1个月。另外，新北市敢要对咧做，市长侯友宜中心无伫即卖规划内底。在2阶段试梯次已经进到第2阶段来说，我们还没有讨论，我们会把它摆在疫情相对稳定以后，才由专家来做评估，可以的我才会采取开放。台北市高雄市对酒店舞厅改建，侯友宜更表示尊重台北市采取实名制做法。新北市的8大行业想要开门做生意，恐惊搁爱等一下。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职棒的味全龙昨昏甲新竹市政府签约，未来要经营新竹棒球场15档，卖甲这个所在成做味全龙一军的主要球场。这阵工人当咧赶工，这是有40多年历史的新竹棒球场，地点就伫咧新竹市区内。因为建筑旧的关系，去年总算是开始动工，开卖8点2亿甲拆掉，才决定起。按算伫咧后年通完工启用，也互新竹的球迷是真期待。改建之后就很多停车位，而且又规划的又很好，又有很大的空间，也不会漏水。对，很期待，很期待，非常期待的。今日职棒味全龙甲新竹市政府也正式签约合作。未来新竹球场若完工以后，味全龙通得到10档的经营权，阁会当延长5档。过去捌伫遮拍出4名当中头一支安打的姜泰山，即摆已经是味全龙的教练，互伊的感受也是真深。我在这里创造了很多的一个记录，所以。新竹是有一种很浓厚的一种感情在。球场设计建造过程中，已经跟市府以及相关团队和厂商在密切的配合讨论，那会把使用者需求提早的纳入球场的规划里面。味全龙讲，新竹市的棒球场未来会是味全龙的主场之一。这唔但是平常时有职棒比赛以外，也会协助新竹棒球各项的培训运动。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雪山磅空通车了后，有侪观光客入去宜兰佚佗。宜兰虽讲是有趁钱，毋过宜兰的传统文化，转互这的商业来取代宜兰的古早味，造成宜兰失去资本的面貌。即马有一群人伫找找宜兰的历史甲文化，透过吸收知识了后，甲转换做产品，也有导览的行程，而且嘛要合手价，互人食到宜兰味。下暗青春咱的梦。10点的时，咱做伙来去宜兰佚佗。丧事丧事的时候，生几个就用几粒票。这开车甲无开车是大孙，后生3车，孙5车，查某囝无开车。就是讲，阮这8个伙伴，阮家己给根基甲文化物件先收集好，然后做好，以后这7、8个伙伴。各自去发散，变种子的发散，然后落去大家知讲，咱宜兰的好，甲宜兰的特色所在。这群人来自各行各业，因想要用老宜兰的文化甲气味，甲宜兰的正式杀出去，所以因组成宜兰时光团队。咱这群人拢是有心吼，想要提升咱宜兰料理的地位嘛吼，大家做伙吼合作起来。
因开始伫宜兰四界行搭，找找宜兰才有的老风俗，设计伫咧文书行搭行程内中，互来的人通感受到上正港的宜兰风情。阮会真拍拼，想要互人客知影讲，这的意义伫倒位，毋是讲你一个面一个饭食了就无代志啊。爱想办法，互我甲我的员工会使互这的故事，甲阮家己感受到的感动去传达互人客。有宜兰味做顶地，甲中西料理的方式甲做伙并变出创意，互老宜兰的气味用全新的面貌展现伫台湾的食食舞台。全面呢，大家一起透过这个伙伴，我们去加深这个文化的厚度的时候，但开发出来的商业模式、旅游的导览，它会更丰富，所以它不会是一个点一个点安尼尔，咱同好是讲，咱规个宜兰的特色怎样去把它挖掘出来。台湾每一个所在拢有家己的特色甲个性。伫宜兰有一群少年家伫拍拼，一步一脚印，用因的脚趾豆豆啊画出属于宜兰食食的风景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世界正心色，咱来关心，敢有法度用片的找出武汉肺炎的确定患者？人讲哦，除了一般的体检，还佫有即卖医学专家嘛想着讲。狗仔好片师，会当训练狗仔用片的片出无共款的气味，所以有真侪国家即马就在研究讲，要训练狗仔来找出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这只狗骗过所有气味样本了，最后停伫咧猎户酸含患者的气味样本头前。狗协助医疗侦测已经真久啊，目前已经知影因会当分辨出猎户酸含、软组含、马拉利亚加细菌感染者的气味。那呢，新冠病毒患者的气味应该有法度辨出来。英国医学专家甲主线团队合作，找6只狗来训练。And it builds upon years of research that we've already done as a team to demonstrate that people who have a malaria infection have a distinctive body odour, and we've shown that dogs can be trained to detect that with very high accuracy. So if this is successful and we show the same for COVID-19, this could completely revolutionise the way that we are tackling this disease. 另外，法国医学界也伫咧研究，应甲消防队合作训练的搜救狗，是毋是能帮助对抗新冠病毒？ On travaille, nous, sur des prélèvements de sueur axillaire, c'est-à-dire de la sueur qu'on prend sous les bras des gens, que ce soit des gens positifs au Covid ou négatifs, puisqu'il nous faut les deux. La raison du choix de la sueur, c'est que la sueur n'excrète pas le virus. 美国的研究人员是用有病毒的喙瘰甲尿对狗做训练。 目前，这款防疫狗的训练计划拢是小规模伫咧进行，研究成果正互人期待。研究人员讲，若是狗会当参加防疫，佮搭配仪器检测这款方式做整体规划，用伫咧机场甲养老院这款容易群聚感染的所在，会互防疫效果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方面路南、北部、东部雨会较少，暗过中南部水气较高，有较大阵的雨水，温度嘛下降，高温只有27度到29度。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8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22度到29度。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稍等的10点，总统蔡英文要发表就职演说。公司甲公司台记台卖联播制作520就职典礼特别报道，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咱再会。
轮连任中华民国第15任总统。面对两岸局势挑战，讲疫情过去了后，安怎让台湾行向世界？总统就是演说，关系未来4档，政府施政方向。5月20早起10点，请锁定公视台语台2020总统就职特别报道。拍过实在，有日头喊过气味。不管是酸味也是甜味，拢更加的亲民。时代的进步，拍打造成的菜色，嘛是同款有伊无法度取代的地位。公司台语台，台湾好滋味，上怀念的迄一味。大家好，我是指挥中心社区防疫组的组长何启功。新冠肺炎的疫情已经传到全世界，为了降低印尼社区的感染风险，向大家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用公手、打招呼来代替握手，并遵守以下几点：第一，老百姓对屋下室内的时节要保持公测班，室外每日公测，係做得正確戴罩嚴，是做得唔是受社交距離的限制。第二，到密闭的空間、人較多的地方，所以全部戴罩嚴。像印尼朝天台的時節、吃飯的時節是冇講話，吃飽飯要戴好罩嚴，讓做得講話。第三，防疫期間盡量冇去參加列到群距離，像演唱會、也係展覽會，保持社交距離，是保護自家，唔係保護別人。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大家最近过了好无？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节气，就是热人的第2个节气——小满。小满汉字写作小满，罗马字写作思幼小，无万满，小甲满。本调拢是第2调，小满嘛有人读做小满，也是小满。一般拢是伫新历的5月20到22迄附近。这个时阵，北部的稻啊已经小可巴掌，不过还未完全巴甜，所以咱讲小满季。望景岁就是讲小满的时，稻啊开始做季，田林开始会当看到一粒一粒的稻啊。到望景，稻啊就差不多到粉咯。啊，毋过若是伫南部，天气比北部搁较烧热，稻啊做季的时间较早，咱就会讲清明季各雨岁。小满前后，高雄、旗山。味浓，遐个金蕉开始大出，金蕉的营养成分真悬，大家会当加食寡，对身体真好。甲小满的天气有关系，俗语，搁有入夏小满，雨水小赶。小满的节气拄啊好是当咧落黄霜啊雨的时阵，雨一直落，落袂煞。厝人若要晾衫，惊会晾袂干。毋过对做事的人来讲，到夜的雨水对作物是真重要。阁有一句俗语讲：“小满梅啊雨在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意思就是这个时阵真适合种物件，因为有雨水压田，食物拢会生甲真好。例如小满，小满季，望景岁，入夏小满，雨水小赶。小满梅啊雨在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今仔日甲大家介绍小满这个节气的一寡知识，就先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来请收看咱的节目。